你不要忘掉，它真奇妙，個個都需要。做早操去拉筋，全為了學養生。病痛多要打針，病到失眠仲要診金，沒有精神唔願笑，所以健康最重要。北區大埔沙田一家親，以下攜手個個發揮潛能，傳遞仁愛，人人有承擔。返醫院傳醫訊，服務病人，推廣健康，傳播幸福感。記住健康最重要，健康重要，你不要忘掉，它真奇妙，個個都需要。做早操去拉筋，全為了學養生。病痛多要打針，病到失眠仲要診金，沒有精神唔願笑，所以健康最重要，健康重要，你不要忘掉，它真奇妙，個個都需要。